咱台湾资深的演艺人员赵英传出过身的消息，伊后生透过经纪公司表示，赵英伫27下晡3:45伫台大病院过身，食到82岁。赵英伫咧前几年有受到歌戏演员董美云的邀请，搬歌戏的电视剧，并无客栈。董美云讲，这赵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前辈，拍戏真认真，而且真照顾后辈，真正的态度值得尊敬。马老板，调料。听讲你这种客栈经营也真好，也你的名声确实嘛是袂歹。伫歌戏电视剧名播客栈演出，这是台湾资深演员赵英伫电视顶最后扮演的作品。拜三传出赵英因为年岁大过身的消息，伊的囝林千玉、林岐山也透过经纪公司证实27下晡3:45，赵英伫台大癌医中心过身，直到82岁。赵英2001年捌因为肝炎昏迷，后来后生紧急关肝，才把命救倒转来。恢复健康了后，捌伫记者会讲家己的经验，也捌参加活动分享安怎保护肝的健康。黑白人介绍这是什么那好什么会补的物件，我当黑白甲食。这几年赵英真少演出，不过歌戏演员董美云咧拍名播客栈的时，有邀请伊来客串，伊也随答应来表达对董美云的支持。伊对着这个戏，也搁有这个提携后辈吼，伊完全是非常的用心。阮会担心讲因为戏唔通伤重，也是讲惊伊会伤辛苦，所以会尽量安排。但是伊真正有够好，伊真正是值得阮敬佩的一个前辈。嘿，伊就讲不要紧，就快伫照迄个拍戏的进度，甲迄个工作的流程。赵英本名林中平，1966年参加电影公司演员考试出道，搬过连续剧、电影、广告，有真济拢是用台语来搬。会当讲是伫台湾通人知的资深演员。董美云讲，赵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前辈，拍戏顶真，而且真照顾后辈，看教少年演员，对台语戏剧的发展真有贡献，也有真重要的地位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